先来看这乌克兰甲罗西亚战到打是已经在要3年啊。咱台湾冒志愿兵过加入乌克兰的军队，不过这阵不幸是有第2个台湾人伫咧战争当中过身，是一个44岁咱的陆军特战队退伍的台湾人，叫做阿德。这是伊第2届过乌克兰斗阵，不过这回煞是无法度平安回来。 甲军中同事坐伫装甲运兵车翕相，去陆乌战场前线的画面，伊是家己乌克兰正规军的台湾志愿兵阿达。44岁，咱国陆军特战部队退伍，已经是第2摆去乌克兰。不过11月初1，传出伊伫战场互手榴弹炸死，才做25岁青年张胜功了后，第2位因为陆乌战事阵亡的台湾人。外交部已与该名国人家属联系并致哀。 并将视家属需要提供必要协助。你家人会不会担心？也是支持啊，不能吧？ 今年7月初，为桃园机场出海时，阿达捌接受访问表示，头一摆去乌克兰大腿防炸伤，回来休养康复了后，决定重回战场。这摆煞是伫他乡，经过了解，目前犹原有至少5名台籍志愿兵伫乌克兰。甲因有联系的牧师黄春生普文表示，阿达的遗体犹原伫战场，已经透过无登机确定位置，但战火转好了后，佫由乌军撤离。也透露阿达有3名未成年子女，住伫高雄市三明区，分别由伊的父母照顾，会佫看家属意愿安排期间陪同到乌克兰领回遗体。黄春生也提出甲阿达在新进前的对话，讲伊挂念当地的老人囡仔个猫，佫讲看到军队咧乌防空后，烦恼前方收袂掉。一个台湾伙伴讲，在他面前被炸死，我也劝过他不要去，他们就坚持要去，他们不是去为了赚钱，就是真的想帮助那边人。他每次传受伤的照片给我，我都只有一句话：平安胜利，回归。 同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军人，我深深以他为荣。熟悉的朋友对阿达不幸阵亡的消息，拢真歹相信，表达不甘。乌克兰互战死的外籍佣兵的抚恤金大约是代票924万，也不过前提是家属爱亲自去办理，相关事宜由外交部协调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